下来继续来看蔡总统最近到南投参拜公庙，对中兴新村活化进度真关心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到南投来视察到中兴新村活化状况。针对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这个苏院长核定予高雄的建设的预算4000亿，伊非常的欣赏。院长是来回讲，伊这个就任都来核定到新北市几啊项的建设的预算。伊讲伊对六都绝对拢真公平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南投中兴新村来看活化的情形，受到当时伫遮的回应。做省议员的时候，就经常来中兴新村来向省主席争取经费。讲到经费，最近新北市长侯友宜才讲，真欣赏高雄有行政院核定的4000亿建设预算，佮话讲，相信院长一定会公平对待六都。苏贞昌冇做回应。新北市环状线就2000多亿，堤防加高、自来水建设、冲浪基地等等，都是在补助新北市。 苏贞昌有讲出4项和新北市建设预算，强调讲预算的核定对六都绝对拢公平。每一个县市长都会为自己的县市争取预算，这是很正常。无论是在当屏东县长、当台北县长，我也是这样争取预算的。针对国民党讲中央黑白开钱，伊嘛讲，世界各国家都编列很大的预算要来做纾困，像美国就30几兆新台币，日本就8.8兆。 苏贞昌强调讲，特别预算拢开伫应该用的所在，绝对无黑白开钱。